带去读唐诗。梦游天姥吟留别，作者李白。爱客但应秋，烟斗微望心难求。我临遇天姥，魂野明灭血可睹。天姥连天向天行，誓不我恶掩七成。天台4万8千中，对此欲倒东南倾。我欲因之梦5月，一夜飞渡景5月。5月俏我影，送我至湘溪。斜江色处今尚在，绿水同涌清猿啼。曲渡斜江急，心定清魂梯。半壁见海日，空中问天机。千言万语路不定，梨花一色忽已明。心泡良吟温言前，热心临溪静静殿。魂清清兮欲舞，水渐渐兮成烟。烈血霹雳，秋乱冰推，洞天色现，应然中开。清明河通不见底，一个逍遥金云台。野为一系风为马，魂之滚兮纷纷之来下。河谷石溪乱回机，仙之人兮烈如麻。昏魂归于撇动，风景距离中车。为甲时之侵蚀，色香来之烟霞。世间行路亦如此，古来万事当流水。别君弃兮何时还？此风碧落青崖间。思行即起风鸣山，安宁推微即妖树困贵，使我不得开心眼。简介：这首是李白罢官的记灯，远离官场，又被动脑，要来告别所有好朋友所写出奇的创新，有古乐府，搁再有后来散文体有先诗。路边的头前4句呢，大先按新鲜技术的研究来讲起，再来看出天姥山观赏日分风向天外，将想象中的梦游来进入真真正正梦游天姥山。第5到第17句呢，具体来描述梦游的情况。巧为月光，虚渺笼罩着伊的身影，一刹那间将伊送到仙林下灵云早前所居住过闪亏所在，碧波动弯高青堤，穿着斜江当年特制茶架，攀登亲像青云腿同一种险峻的树腿。半山腰呢，就看起了海上日出。空中也传来阵阵天价叫声，盘旋弯曲的桥腿道，有数时不暇之花，有不值重青之草。忽然中间，风云变色，险浩良吟，密密山林为之震裂，湛湛山峰为之惊出。水波通动，升起烟霞，雷光电表，霹雳轰鸣。神仙洞府忽然中间上中离去，虽然昏暗看不到底，也有日月照耀金云台。闽虎伫弹琴，乱风伫拖车，身穿彩虹做衣裳的神仙，以风为马，纷纷列队从云中来降下。最后6句呢，对形容来梦精神，正是难过一步。这正是讲人生如梦，真济世事呢，就敢像
东流水，我马上就要来告别讲，毋知什么时阵再当重登东路，暂时将这只白鹿寄放，后日若需要挽联，就当徛伊来心放平山，绝对袂用一再委屈求全、自严附势，因为依照我家己心先风度的好事，无拘无束，何等的逍遥自在呢？这种天马行空、丰富多彩想象力，放眼古今，伫个视线里别以外呢，恐也无第二个，有一款气势勃勃，逼万军来完成。读书的囡仔白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文采，读书快乐哦。